巴基斯坦警方称，周五发生在巴基斯坦西南部的针对一辆载有中国公民的车辆的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2名儿童死亡，3人受伤。自杀式爆炸发生在晚上7点左右，在国达尔港的东湾路。警方声明称，中国公民受轻伤。7月，西北部开布尔普图赫瓦省一辆公共汽车遭到袭击，造成13人死亡，其中包括9名中国工人。德国总理默克尔已飞往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这是他最后一次对俄罗斯进行正式访问。在执政近16年之后，默克尔将于下月卸任。普京表示，与默克尔交谈的优先议题之一是阿富汗问题。默克尔表示有必要与控制阿富汗的塔利班谈判。美国电信运营商 T-Mobile 近日表示，该公司确认有大量的用户数据遭到泄露。最新消息显示，有530万后付费用户信息也遭到泄露，但社保代码、驾照信息没有包含在泄露信息在内。中国国际电视台周四报道称，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沙欣表示，希望未来中国能为阿富汗的建设做出贡献。沙欣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曾多次访问过中国，一直以来中国为阿富汗的和平和解做出了积极贡献，我们希望未来中国也能为阿富汗的建设做出贡献，阿富汗人民很期待。马来西亚国王苏丹阿卜杜拉沙阿任命伊斯麦沙比里为该国的新总理，接替辞去总理职务的穆希丁亚辛。马来民族主义的捍卫者伊斯麦沙比里此前曾因说该国的马来人应该比其他民族拥有经济优势而受到批评。在中国病毒流行导致部分产品供应出现问题后，丰田将其位于法国欧南的工厂停产2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将与北溪2项目有关的2名俄罗斯公民以及1艘俄罗斯船舶列入制裁名单。土耳其士兵向在喀布尔机场的混乱中失去母亲的2个月大婴儿伸出援助之手。土耳其士兵照顾2个月大的婴儿哈迪亚，他在阿富汗喀布尔哈米特卡尔扎伊国际机场爆发的骚乱中与母亲失散。土耳其士兵将父亲和婴儿带到安全区，清理了婴儿并给他喂食。